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大雅，有人结规定冤家相拍，拍死人咯。当时有9位后面的男子抓到空气枪甲棍啊，爬入去枪位啊，走入去篮球场，甲这个篮球场顶14个人，伊嘛抓刀抓迄个弄球棍啊，两边就开始战，开始拍咯。其中带规定人。爬入去篮球场的这个带头去用拍死，篮球场的负责人是受到重伤，有性命危险。警方甲涉案的19个人带转去门口警，也有4个人互因走去。外界推测应该是债务的纠纷。篮球场门口来2台轿车，车顶9个查甫人爬过墙围开门，有人手提空气枪，有人提棍仔，要去篮球场开始相战。球场内底14个人嘛摕刀啊含弄球棍仔爬上去，现场的气氛真可怕。少年啦，少年啦，车袂伤好啊，出去偌伤利的。倒伫咧涂骹的查甫人，剩一块石啊，涂骹拢是玻璃碎片。但个中山十一路这个私人篮球场，昨暗时啊发生有人咧相拍，老人少年的查甫人叫人拍甲死去。篮球场负责人细管的查甫人头壳嘛着重伤，拢总1个人死去，6个人受伤。我们现场也查扣到证物的，就是包括球棒、木棍、铁棒、折叠刀及瓦斯空气枪2把。那现场也遗留多颗的小钢珠。警察派18个人来现场处理，入去厝内9个人，各有4个人也未到案。两边可能是因为跋筊欠人钱咧冤家。那是不是跟他们有运动签赌有关系，所以才引发这个纠纷？目前在现场我们看的没有相关，但是我们会再追查。当地民众讲，这个篮球场几啊个月进前才开始用，平常时啊拢是名车出入，内底人虽然无咧含出面头尾的人交叉，嘛无发生过纠纷。即摆雄雄发生相拍，佮甲人拍死，互住伫咧附近的民众叫要惊死。